位弟兄姊妹平安。聖靈係乜嘢？好多時我哋會覺得聖靈好抽象，但耶穌喺約翰福音入面用咗一個好生活化嘅比喻。佢話風隨意吹，你聽見風響，但唔知道風喺邊度嚟，同埋要去邊度。凡由聖靈生的也是如此。我哋嘗試理解聖靈就係上帝嘅風。風有兩個好重要嘅特點：第一，你見唔到佢，但你感應到佢嘅威力。當一個原本充滿仇恨嘅人突然學識原諒，當一個絕望到想放棄嘅人內心深處突然湧出一份平安，呢個就係聖靈運行嘅痕跡。聖靈喺度翻轉緊我哋嘅生命。第二，風係唔受人控制嘅，我哋冇辦法將風鎖喺房入面，亦冇辦法命令風向邊度吹。聖靈就係上帝自己，我哋需要敏銳聖靈嘅風向，等佢帶領我哋去上帝要我哋去嘅地方。聖靈係我哋嘅保惠師。今日無論你面對緊乜嘢擔子，或者覺得靈性好枯乾，不如一齊安靜落嚟，做一個簡單嘅禱告。聖靈啊，求你好似風一樣，吹入疲倦嘅心靈，翻轉我，更新我，帶領我今日繼續跟隨耶穌。願上帝嘅風臨在我哋每一個人。阿門。